啱講呢個73頁，吾以成格。嗱73頁咧，我算係73頁。你呢本大本咧同個細本都一樣係咁嘅條數喎。嗱，吾以成格，非以財流。嗱呢句好緊要啊！我呂祖係嚟教化你精誠所至啊，係金石都為開啊，係靠誠。點解誠咁緊要咧？不誠無物啊！我記得嗰時讀翻書有一句講過啊，佢 constant dripping of water wears away a stone。哇！一路滴啊，啲水都滴穿咗。非以財流。嗱，你若果個道堂係為咗揾錢，借我呂祖嚟揾錢，你有權，你有權做啊？呂祖像唔係啲貴嘅影幅相啊，買個呢啲嘢，開間道堂。你知道佛祖嘅像係人一直做，但係有冇靈氣嚟啊？冇啊！但係世人咧就睇到，哇！呢、這個道堂咧好犀利啊，未必啊！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我話俾你知啊，好多大壇啊，呂祖要走佬啊！咁去啊！因為你揾錢啊，呂祖啊，問我講啊，非以財流，你諗真下起個佛壇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若果你揾錢財咧，你冇事，佢走咗去啫嘛。咁你開乜嘢機都係假㗎，普通靈界開啫，無形呂祖咯，咪真㗎。你自己用個眼睇下佢個道堂啲人係咪揾錢做乜？由你自己，我唔講邊間道堂，你自己揾隻眼睇清楚。守道之子，宣修利心。嗱，守道你先知咧做乜嘅？睇住你個良心，你個良心係做乜嘢？係咪想學道咧？係咪想人弘道？非道弘人啊！呢、這個孔夫子《論語》講，人去弘道，唔好借個道嚟弘揚自己啊！所以我頭先都話要居士唔敢弘揚自己，係離好遠好遠。勿視高傲，唔好啊！認為自己好高。你高咧係着件嘅道袍嘅啫，咁你有冇了解呂祖個道啊？你高傲乜嘢先？嗱，你啲弟子要知唔知道？你做法官係咪識法律？你做醫生，你係唔係要知道醫術咧？你全個董事會啲人，若果唔了解個道，嗰啲點樣弘揚啊？所以一個道堂要興起咧，所有弟子都要聽經，明白呢個道理。好簡單啊！我問下大家，釋迦牟尼佛講咗49年，係咪經嚟㗎？釋迦牟尼佛講咗一句説話，你要無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萬劫難得遇，我今見聞欲受持，欲解如來真諦義啊！如來嘅真諦義嘛，你個本性靈性唔好俾貪嗔痴遮蔽咗，你個智慧就現啦。咁從經典而得到，勿著眼空。哇！你唔好解錯咗啊！佛教個空王法啊！我見到呂祖師嗰陣時咧，喺杭州拜佛拜觀音，佢登臨為問空王法啊！佢拜佛叫空王法，佛祖空中妙有。佢一睇見觀音咧，佢有個瓶啊，佢想借觀音啲嘢使啊，黑象而良知都灑大同，借觀音個瓶灑向大同世界。咁大家咧登臨為學純陽見，
黑借寶劍都護大同啊，唔係護你自己啊，要為個個啊，咪借寶劍嚟發達，唔係黑借純陽之劍護呢個大同嘅世界。佛像難咯，唔好話乜嘢都冇啊，空中妙有啊，有你嘅靈性喺度啊！你唔好成日諗住個身體係假體100幾十年，戒暴戒怒嗱，千祈唔好暴躁啊，千祈唔好喐啲發脾氣啊，火燒功德林啊！積德積人，勸孝依親。嗱，喺呢度停一停先。嗱，講到兩組咁多句啦，咁啊停一停先。跟住咧有啲嘢要講講。嗱，我哋講幾日後咧就屈原誕，就係講5分鐘到講個屈原。因為而家好多後生嗰啲人咧就唔知道屈原做乜。嗱，屈原咧就揾5分鐘到講一講，因為我哋咧就嚟咧，我諗幾日後就係屈原誕。原來屈原咧喺戰國時期啊，佢係楚國人，個楚懷王咧就好順利嘅，初佢做三女大夫，佢崇儀國事，就主持外交，但係個人耿直，得罪咗好多我哋奸臣，讒言講佢是非，無中生有。呢個皇帝咧就唔係好嚴厲，就疏遠咗屈原啦。咁屈原係去流放啊，喺禍海嘅流放，去武官做。咁離開周圍去啦，佢寫下咗好多咧，好多文學嘅作品。咁佢又懷念家國嘅情懷。咁家國嘅情懷咧，亦有離騷，有愛情，好多本書寫咗，係我哋中國嘅楚辭之一。公元咁屈原咧就冇辦法流落呢個喺嗰度海啊邊啊寫落佢啲文章。喺公元278年咧，秦國咧興兵啊，發起揮兵南下，攻破咗楚國。哎呀，國破家亡。個屈原咧就好傷心又悲憤，自己個才華未俾人用，俾嗰啲奸臣害咗佢。本來就唔死得㗎。嗱，點解咧？有個打魚佬就識得佢，喂，佢話你唔需要咁樣啊！天下皆醉，你係咪獨食啊？天下咁污染啊！你何必咁清高咧？啊！俾個打魚佬一句説話激佢，見到國破家亡，呢一句説話就慘啦，忍受唔住，跳落個汨羅江死咗。啊！嗰個漁夫啊，慘啊！害死屈大夫啊！話俾嗰班人知，嗰時啲人好純潔嘅，專家返屋企撒種啊，嗌啲魚咧食種冇啦，唔好食屈原嘅身體啊！跟住咧啲友就爬船啊，去鬧個屈原嘅屍體，呢啲人民嘅淳樸，所以而家咧佢就爬龍舟，實在有想屈原嘅屍體。所以後來咧，個皇帝咧知道佢係忠臣，所以咧紀念佢，就每個月咧1年有一日假紀念阿屈原。1953年咧，所以叫做端午節。1953年咧，屈原逝世2230年咧，世界嘅和平理事會啊決定啦。屈原咧係世界上值得紀念嘅人，咁咧啲後生咧就要知道屈原咧有愛國嘅情懷，
8月咧，師姐咧就嗱，今日個明報咧報紙埋紀念屈原，咁楊先妲咧就寫一句詩詞紀念屈原。碧羅江上都念屈原，屈原喺碧羅江上跳海死，我都懷念佢。萬古常懷楚客心，千秋萬世都紀念屈原嘅心。屈原嘅心咧，愛國愛民。離騷一本千秋類啊！阿温家寶都睇離騷，佢話讀下離騷嗰種愛國嘅情懷。跟住咧，大家都知佢愛國詩人。嗱，頭先有位聽經佢話啊，你解得好啊，用屈原個名咁解喎，屈，你冇屈我，屈原字，我原來嘅志向，力行人，我一生咧就行人，無求生以害人，有殺生以成人。你睇下孔夫子講啊，孔若成人，孟若取義，為其意盡，所以人之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已都士己無愧啦。咁呢個咧就紀念啊屈原。咁我哋咧有一日假2000幾年來都記得。咁樣咧。而家咧就我哋講咗屈原啦，咁大家都知一知，即係純陽先妲咧都賣報紙都紀念屈原。嗱，而家再講翻原文啦，積德積人，我哋修道嘅人咧，唔好話修道，社會大眾都好，要有道德，行仁，仁係仁義嘅心。仁者係咩啊？無敵啊！佢答到，仁者係天地嘅心嚟㗎。忠於君，血忠於君。嗱，而家咧就冇咗皇帝，呢個君咧係變咗國家領導人，或者係上司，你都要忠誠個國家。而家君咧係代表國家民族。你嗰個國家嘅領導人，你無緣無故咧唔應該亂咁鬧佢，佢係代表國家嘅，你唔可以亂咁鬧佢啊！佢因為係代表佢，代表個國家嘅領導人。勸信於友，朋友相交咧最緊要有信，信好緊要喎，入道你唔信。唔信女祖師，你邊能夠得到？你都唔會聽經啦，唔信啦。人言要信，信係咩？信女祖師所講嘅經典，信佛祖所講經典，信孔子所講學過經典。嗱，而家你嚟睇下，字字千金，女祖黃女讖啊，點寫你個人？而天地嘅正氣合一。每一句咧都係充滿道德嘅。勸信於貧，我哋有錢都可憐有啲窮嘅人啦。你都要諗一諗，佢哋點樣生活咧？勸慈於民，你哋對於一切嘢要有慈悲嘅心。慈者係咩啊？慈悲嗰兩個字點解咧？慈者以眾同樂，悲咧眾生有痛苦，不退出苦海。你睇佢做，既知塵世喚醒胡同夢，仙蹤南下蒼生歸國路啦。黃粱夢醒啦，唔好再嚟啦。原主天尊講啊！原主天49章咧，第36章講世界乜嘢力量最大？慈悲嘅力量最大。當你有困難，多發慈悲心，呢種力量最大。
必定有種力量助你嘅，你發起衝門。所以話咧，人哋話大慈大悲觀世音啦，就佛教講啦。喂，道教嘅觀世音係邊個？係呂祖啊，呂祖大慈大悲啊。所以你要知道勸慈於民，勸和於鄰居，叫大家和氣，莫誇己性，莫滅他人，唔好話自己最叻。喂，滿招損，謙受益。嗱，道教點講有三寶，唔記得邊章，第日佢講《道德經》。道祖話我有三寶，一就係慈，我有慈悲嘅心；二係儉，慳啲都去幫人；三我不敢為天下事。啊，所以而家呢個世界有兩個宗教打緊要大家，但係儒釋道唔同你打，即係唔敢認為天下第一。你最緊要唔好贏啊！莫滅他人，唔好想滅咗人哋。富亦無根，你有錢都唔使驕傲喎。喂，富都難有三代喎。你真係行善積德咧，就可能4、5代都有喎。如果冇咧，好快再冇，朝代都係一樣嘅。你啱俾你知道啦。生田先祖宗啊，福地後人間啊，必定有個因果喺度啊。何須自欺？你水乜嘢自己話自己最叻啊？貧喜上貧，喂，貧窮一陣間啫，第日時來風送滕王閣喎，一陣間咧會轉個數啊，有錢都變為窮啦。你要明白，悲盡興來，息亦虛之有數。何須怨真？唔使怨。貧不求錢，我雖然窮，但係我唔會跪喺你面前。貧賤不能移，孔子教我哋，威武不能屈，富貴不能淫啊！嗰個有喺嘅，嗰個人，佢話我升級啊，人哋寫我報告寫得好叻啊！嗱，我而家問你，你話你個報告咁叻啊？你問失嗰句有冇呢三樣？一樣都冇，你點樣 outstanding report 啊？唉，識撈嘛，葉天範，我識撈咪寫我報告。嗱，你有個老友話你一樣都冇啊！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富貴不能淫。咁你都一啲都做唔到，咁你點樣去 outstanding report 啊？唉，你咁樣嚟評論。富不驕力，有錢冇慳佢，善善各惡，報應超明。呂祖師話：天本善惡以定夫榮。嗱，你夫或者係榮，係睇你嘅善惡。報應超明，嗱，必定有因果報應。喂，若然未報，時辰未到咋？嗱，《道德經》講咗啦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！你做過咧，慚愧咧，可能減輕啲。嗱，你若果話我都冇事啦，因為你前生仲有啲積蓄。未曾使完你個福報。嗱，格塔道祖個感應篇講，佢禍福無門，為人自招，善惡之道如影隨形啊！呢個必定有個因果喺度嘅。你家無讀書子啊，你功名何處來啊？咁你係呂祖個門徒。係佛祖嘅門徒，你係唔係應該知道佛祖所講經典係乜嘢咧？唔係即刻做到，我知啊嘛。
你知你都唔知，咁你點可以做咧？汝若修善，子孫王慶嗱，若果你修善，你個子孫王，你生田先祖宗啊，福地後人間啊！你睇下，我都唔想講啊，就靜靜地話你知，世界上幾多嗰啲總統啊，滿門都慘啊！行善一個又一個，跟住老婆改嫁，佢個孫咧踩雪屐咧，踩啲雪咧就撞落嗰棵樹度。咁你如果睇下報紙，你應該知道，你必定有個報應喺度。汝若作惡，後代凋零啊！若果你作惡啊，你後代慘啊！你啊做啲事咧，遺落你子孫度啊！恤孤年老，戒殺放生啊！你若果可憐啲年老人，減少殺戮放生，日積月累一路咁做落去咧。嗱，修道咧，你外修要外功，咁樣咧，日積月累必獲收功，日積月累啊有因必定有果。三如寶舉啊！嗱，天地水官三元啊，天官啊阿堯啦，地咧就阿術啦，水官咧就阿禹，你啲檔案冚就係寶舉，萬聖助成。你既然有咁嘅德行，你萬聖會助你成功。嗱，所以入道嘅人咧，係要經過修行，明經明典去修行，你必定有嘅成功。你入咗道，乜嘢都唔理唔聽，你成功嘅機會唔係好大啊！得個空講嘅，係要記未經幾番寒前骨啊，係浸得梅花撲鼻香咧。他年行門，將來啊，不擇非聖，你會成仙成佛。非擇啊，連屋企人都得到護佑。吾作是經，傳流世人。嗱，我寫呢本無極寶冊咧，係教化世人，從道德去修行。將來你咧冇咗個身體，你個靈性有正氣，必定回歸與天地合一。若能有參啊，道氣透天門。若果能夠參唔到咧，你個靈性啊，機會與呢個天門啊合一啊，虛空合一。嗱，實在講幾個字，浩氣還太虛，丹心照千古。清淨經講嘅降本流末而生物啊！你有女祖嘅狗味啊，忠孝廉潔義仁信禮惠啊，你嘅靈性光輝，你一去咗之後，你個陽氣啊充足喺上面上，你個靈性。如果你失咗咧，喺下邊沉落去啊，地獄啊，係全憑你嗰種靈氣。有等難遇者，眾樂於貪淫。有啲咧真係難固不化，眾樂於貪淫，迷於情慾，不修根本，不修根共蒂。嗱，連根基都唔知。而家就好多人，即係我講，而家咧道教咧要興起咧，必定要將道祖嘅《道德經》啊、《清淨經》啊、《無極寶懺》、《統語》啊，明白個心明白，
咁樣咧根基嚟㗎。嗱，若果唔去將呢啲經典講俾人哋教化世間咧，你明唔明？你好多錢，你起好多學校，我哋冇起㗎。佢點解唔好起啊？嚟學校起得多，你要揾到先生啊！你揾唔到先生，你揾咗班友揾錢㗎嘛，慘啊，害死你啦！你俾學校我嚟想校店，你俾錢我啊！你有罪添啊！你起10間學校，越添快攞嚟揾錢借你間10間學校，你應該咧，我俾錢你學校，你揾個先生俾我睇啊！所以要知道個根基喺邊度。若果冇根基啊，跌失本來形。嗱，呂祖前邊講嗰句冚唪唥個道德經典做人，你唔聽咧，我唔怕你，你日日上香都冇用。我話俾你知係冇用㗎。你一日咧拜9次，你拜1次你照咁行得啦已經。你要將嗰部《無極寶冊》理解佢，一經道盡古今先啊嘛。古來呢本《無極寶冊》咧，玉帝嗌佢讀，天人齊讀，都係不離道德。跌失本來形，若果你冇咗道德啊，你慘啊！你跌落去4生6道啊！三思為子在。三思點解咧？嗱，我雖然年紀老喎，但我個記性仲未失憶啊！三思點解咧？我突然間記起一睇，哎呀！呢本《天師寶典》啊，我記得啊，阿靈寶天尊啊，三清啊，玉清、上清、靈寶天尊啊。三思點解咧？咁我即刻走去睇，原來呢本書咧。45頁，嗱，你第日咧，有冇有呢本書啊？你冇啊，一人派到俾你啊。45頁，如果有咧，翻去咧，你睇完咧就攞一翻嚟，派咗俾你就唔好要啦。講咩講你？各位揸住佢。嗱呢度咧呢本書咧就解出三思出嚟。嗱呢度咧，嗱我覺悟啦。路有指引，閱天師寶典啊，成分歸題正三清啊嘛。嗱，講俾你知。嗱我今日咧話俾你知，三思點解咧？嗱你呢本書咧，大家都明啦。就法院師姐曾經咧攝引佢上天庭，拜訪孔夫子，拜訪道祖，拜訪佢哋行文翻嚟。呢本書免費派俾你哋。咁就上天啊，孔夫子啊，道祖啊，觀音啊，點樣解俾你知？咁翻嚟咧，佢哋開咗兩本書。咁我一睇過咧。原來三思點解咧？靈寶天尊啊，第45呢度，嗱睇住，嗱即係解咗三思啊。靈寶天尊話：三思係咩？人體嘅上、中、下3個區域，上、中、下。上思一頭腦。你諗親係慾念、煩惱、怨恨、嫉妒，有上思嘅靈，呢個靈性管住你。你做過乜嘢咧？必定有記錄。我上一次咧睇見你哋清明法會啊，下次解俾你知嗰張紙啊，10殿閻王當啊，你哋唔好唔認啊！
熱鏡台前一開啊，你冇得走啊！有啲人話入咗去十年閻王道，有啲人話咩我要入地獄啊？你知唔知我啊？我幾間慈善機構嘅捐款喎，會長嚟喎，我係冇錯。咁你知道啊，仲嗌我入地獄？原來再開個業鏡台，好似電腦我哋一個人開出嚟啊！原來咧，你一年咧揾成幾百億，就揾翻10幾百億嚟做呢啲嘢，但係你知唔知佢做咩啊？佢運毒啦、走私啦、賄賂公員啦。嗱呢度嘅話咧，一開個業鏡台，哇！原來都開埋老舉仔，乜嘢開埋？仲影啊！嗱，有人即刻交俾我啦。個熱鏡台前了是非啊！今生作惡都最難逃啊！問心無愧天可鑑啊！拱手相迎禮君主，10殿黃華擔張凳佢坐啦。係真嘅，我講俾你知啊！第日咧，我揾個聽經嚟證明我一個彈劾啊，我人唔係幾舒服啊！開你啊，唔使跪我，得你坐。你點解我唔使你跪啊？我尊敬你，你冇同嗰班人同流合污啊！我哋走㗎嗱，呢度啊，你真係快攞俾我睇啊！熱鏡台一開，哦，原來，唉，揾到咁多錢，100蚊俾翻1、2蚊出嚟，就買埋名譽。嗱，呢個台你走唔甩。嗱，宗師咧就呢度啦，人嗰個腸啊肚啊，每日飲食清耳座，喊啊食出啲肉類啊，哇，犬馬牛羊啊，嗰啲唔應該食嗰啲嘢都食埋落去，咁啊，有時咧都食下齋啊，宗師啊，下師係點啊？下師係你下邊嗰啲鹹爛情慾。冚唪唥諗住都係情慾，你個咩情慾咧咁緊要啊？你個真緣咧就難玩啊！咁你點樣養氣無元壽啊？冚唪唥情慾嚟嘅，點樣動亂知清早啊？昂心為不為啊？你全部唔為啊，3次冇咗。眾生咧唔知自愛，沉迷於情慾色欲，嗰3師嗱呢度講咗啦，呢個3師就係上中下都係情慾，你冇得救。六賊任施行，咩叫六賊啊？眼耳鼻舌身意，諗親都係聲色香味觸法。冚唪唔顧道德嘅，眼要好，耳仔一聽到唔好就發火，全部你都迷咗個聲，非是人之城啊！你已經入咗道啊，係冇用噶。龜有鬼未侵嗱，一個人啊，若果有正氣咧，先神一睇落嚟。人話額頭黑咧就小心啦，即係你個人就好邪，你本身有種光芒啊，嗰啲鬼都走啊！嗱，如果我做鬼啊，佢孝順父母、尊敬師長，我仲會害佢一啲啦，冇理由害啊！但係你咧偷呃拐騙我嚟搞你啊！咁啲鬼未侵啊，因為你啊，你心生啲邪念波生，你自身嘅迷誤，即係招到啲邪魔妖怪啊！佢唔係亂咁嚟㗎，係你自己嘅行為。